剃头吼，就我印象，我细时就有咧，就去验剃头、绑剃头，因为一桶差不多25克，绑到差不多一桶50克，打工一家赚钱。你啊，凤梨当然去台北去工厂上班，农业的事情就无人可以做。本来当然这个种剃头，啊，你遐就会看到，当道卖剃头的店的书店无人做，当大上来用。我印象啦，我就希望个你最少吼，你啊讨厌人还因做定，你啊产业那做起来，有个假设做出来，我就试看啊吼，比如讲你做个艺术的条路、文化的条路，看做得带本地头的产业，看做得营养版的无穷用。春意水讲人言，强则调重现。春分过去，强凉多，好梅爱哭，谷一天。日下小满，雨下仙，梦中泪风思念。时歌清甜，梦里梦。太初本年苦渐渐，日久处处甜归烟，年年因团圆。日东小雪十万年，四季轮回又一年。凤林也个有国际漫上认证的好名声，你俩到位的是客家人为主的总头，除了有创立的山乐体系，多年有融合的风土，含个丰富的文化资产。今日就带着民族向下来的凤林，感受一下也到位的慢饭的气息，韩国美好的美食香烟咯，来哩。凤林头摆很多马里舞，唐宫老主公来到了岛边开垦的世界，看到当到苏兰产电太素的，就像凤凰夏音，从山那样怎样都一名的。正好有当到条荷花经过，环境天时都当好，雨水丰富，当合适农业发展。可能因为地理条件的关系，老促全身体长有的漫长的枝条。哇，了解咗，你下个空间就係記錄所有鳳林出產的高中的素材哦。那你去家係幾多年到幾多年做高中？都哪條邊做高中咧？我民國67年去做高中，做到民國88年。22年的時間咧。哇，第一鳳林有邊嗎？沒有冇，因為鳳林那單吼高中強到，要冇按到好教好做高中。所以鳳林的高中全部愛少個。愛少。出山過後，我小出去啊！像我自家做我小當玉里啊，當玉里，我當玉里做過高中，是花蓮市做過高中。我一直想我將鳳林做高中，冇個機會。冇個機會，調來調去啊！冇個機會，鳳林都6、7週好高點點啦。咁做嘛，鳳林也特別出山高中，係因為也特別空氣較清麗，水較好喝，也樣辦咧。唔係，因為啲帶到青島客家人。客家人嘅客家精神我都冇解，叫講做人可以做一等人，做終身好事。我做終身好事。做事做2件事情，唔係讀書是耕田。當時經濟起唔好啊，大家冇學校讀書，就選公費嘅學校讀書。民國38年啊，花蓮都有公費嘅師範學校。所以鳳林嘅子弟如果大家都去花蓮讀書啊，讀個公費學校啊。3萬讀個，迄考到伊都去讀，迄考唔到，伊都做西哦。就會轉來鋼鐵。高中，你阿條下個名嘅全部都係都鳳林出山的高中哦。錯。哇！有120人噻。120人噻。而且我看到你阿個戲呢，有看到冇？這個其實就會
去到客家中啊，我看到一种金丝婷呀，还是丝婷，就会按钮型的，对不对？对啊，客家人就这样，妈妈就会讲嘅下丝的包子啊，嘛个全部做我们的拿来囊豆，做我们的臭豆腐茶臭的还做我们的臭豆，没做我们的拿一条嘅泡面，咸泡面做我们的。这种金丝的意思啊，金丝的意思丝最准跟丝啊，因为丝要浅穷用嘛。错错错。头摆客家族群单单成法穷苦，阿爸阿妹港中落实，仲係希望子女認真讀書，爭做得出頭天。鼓手貼撇重視教育，促成嘅規則風廉政嘅學風導望。了高中就係啲安陽嘅時代背景底下睇嘅，聽佢講定有關長江意圖嘅故事，確實本人都有感覺。7、8年嚟啊，來到8年嘅豆邊，差唔多當年都會有35度以上誒，超級熱，蓋熱。唔過呢一開始啊，先帶大家來啲看啊，香港嘅豆邊到火車頭面前有一間茶可以差唔多會60年一家子的老兵店哦，等下叫我來啲消除一下。Hello，條干牛。哎，你好，你好，你好。條干牛你好，條干牛嘅請教一下，而家豆邊賣招牌喺馬邊呢？啊，這個招牌有3種，呵呵。一種係山豆冰，啊個有呢個檸檬汁，還有那個清冰有冇？哇然後糖水甜甜。還有前邊哦，太好了！跟香港都好啊，也很較悠閒。人咁做隻老唔跳下落去，天入面係有十餅。好啊，好啊。可以哈，可以啊，可以啊。我搞魚先拿裝。邊個嘅？嘿，我搞魚裝。好啦。人看昂樹哦。因為你係外行，我係內行。按太佢啲邊區老邊講啊，嘿誒，因為係圓嘅啊，一般來講看到係看到嘅正方形你嘅。係自家做嘅，哦，你咩自家做啊實用嘅，唔咩。哦，當有時咩變嘛，東西嘅，嗬，你係用滾水去煮佢嘅。自家滾水煮嘅，錯。鬼強厲害呢。第二隻可以講得佢傾下意。傾下意，你幫我傾好不好？好啊。哦，還好。整個輕輕的，往下壓。啊，我不，我迄沒有按鈕滴滴啦。對，別哦，好涼哦，這樣好會轉哦。好，可以了。好嘞。怎麼會不愛弄到外國起抓？真爽會上輪用版。你啊做輕魚嘅愛行啊。哦，會笑咧。因為用料來補救一下。哇，誒。原來啊，你唔但唱喺傾下去，你個好老給砸定哦。你弄一個正常版本來看哦。左邊我弄這樣，我們以為神燈聽聽，可以沒想到那麼按難啊。好。哦，零丁眼弄不顯老給弄出來係嗎？對。好厲害哦！誒，真嘅有茶哦。哇，還真弄到按過。哎，而且它的很扎實。有超過50年歷史嘅老店，年代係間周邊嘅工廠，生產傳統嘅餅機嘅。佢80年堅持用菜地好水，自家做餅乾、老餅品，需要嘅材料全部都係精心討來混嘅，料好食材嘅秘辛一成冇變。地方廉政名聲傳嚟幾80年咯。也係小紅豆。鳳頭的呀，鳳頭自家煮的哦。哎，你看自家煮的怎麼樣喲？煮豆有沒有一定有甜醬哎？這樣它的粉跑出來才好吃，所以我就照我自己喜歡這量。哦，較多的會都凍黃嗎？耶。哦，炒。哦。高價半糖球。按豆料一般賣幾錢？一般賣50。按便宜。我哋睇鳳頭。睇鳳頭。都人講發頭。發頭，我來看一下。哇，你看，那就按鈕一送嗎？送。好。OK， 上好了，還有乜嘅料有㗎？哎，要搞牛奶。牛奶啊，還要加牛奶哦。黑豆條會好好食。黑豆條會好食。好讚哦！三個人你2道剃頭。一桶匙。兩桶匙。哦，太讚了！你要做一道比嘅招牌三頭餅。夠唔食，等下就會用嗆哎。我們趕快來去吃看看，好不好？好啊。來啲。我先生講哦，我25歲嫁過來，我母下做25年，我們要做1年，很辛苦。也太好了啊！錢我不用那道比耶。
钱放哪里？钱放这，逃避一口。台湾牛一下东岸面条前啊，3样全部都会点红的招牌，嘿，是不是？嘿但价给黑嘛个柠檬茶，柠檬酱，有嘛个冇品用吗？柠檬汁好像脸皮一大，瓜皮大哦，超哇，个用粉全部都低度哎，冇流血，贵空间呢？嘿，对，好，哦，一下子夏天全部热气全部散开来咧，好好喝哦！两个除了加柠檬原汁跟柠檬皮，还有罗马盖滚水一天二嘛，嘿是糖，糖、嘿，柠檬、牛呢？嘿，炼乳，哇哦，还有加炼乳落去啊！润喉，哦，那个虽然讲有落个柠檬皮落去，可是唔会只有糊糊的，遐样你嘛会干干的呢。柠檬吼，具有季节，厉害柠檬较少，较唔会腐。哦，但迄3、4年的加下柠檬吼，较袂腐。你下拄好迄散气啦，对不对？差。好，太好了，哪个等我凉的嘞，我要赶快吃。哦，这个料吼，这太夸张了，你看一碗水的料的吼，按样有赚钱吗？赚一些些的。是啦，算算按都有点嘞嘛吼，50人年的啊。嘿啊啊，有第位就将牺牲一丝的吼，本大家死到欢喜呀。哦，太爽快的啦，好赞哦！而且那个料啊，应该是很容易分不清楚到底是冰比较多还是料比较多。3种调味都来最多按钮哦，超级多料的。而且你知道吗？煮按钮的调味啊，还有那个沙沙粉粉的叫出来过后啊，这连喝它的水都当好吃的。清无煮，真的啊。也时间都清久。看按钮天天都在倒闭的人买给我念的。 52年， 52年呢。 54年清嘅除夕开始入来，今年迈入你就53按年。清楚。古说讲太极，你一加过来就开始天天买饼的哦。嘿，张加过来，刚刚有叫嘛？有，真的。大拜头叫。我人先生讲来讲，哦，我25岁嫁过来，我不下做25年，我们家做1年安辛苦。讲得太实际了。25年了就做人家的宝贝，结果一加来头1年就一周都按样跟叫按样，他冇想讲后悔。嫁来的还用蛮后悔。跟用死是按样了哈。对呀，嫁人对认命的。还好啦，先生哦，确实是很标准的先生啦。某些人某些酒啊，公公婆婆也都很好，安都一家就这样很圆满啦，平平淡淡幸福的。有睇到嘅包裝，老長長嘅看板，老店用真材實料嘅誠意，老友善對待人客嘅方式，本傳統巧妙嘅餅皮名聲傳千里，越來越多人來買。熱天嘅下晝，拿定一杯現打嘅檸檬水，最度食得綿油甜、鮮涼嘅餅片，談定有關菜天人嘅生活樣貌，時間從停下來用嘅按吃菜按美好。你今日买个点咩啊？诚信。你看那个诚信买给黑马个麻花卷，而且自动投币。妈耶！为牺牲年呢，50年没有哎。哎呦，很正经都要投币。没条街，没有老板还真的是诚信。哈？哦，送杯夏天那个嘎丝啦！你来，你来看，真的是麻花卷，而且它上面都有夏天嘎剪。我来看一下，天哪，也太好了啊！钱要不用那倒闭耶，钱放哪里？钱放这。
头闭口。这个真的是不错啊，不然相公哦，这不用钱楼梯妹，真的拿钱出来，这样子就没有办法拿了。好，这不是重点，既然这个是去给投钱楼梯，安永是没有投钱也不知道哎。其实我有听说过，这里有非常多间店面啊，全部都是用诚信去给不用钱楼了。我想应该是因为太热了，老板都在睡午觉。老板，我有付钱哦，哈，2、3、4，听起来里面蛮多钱的呢，多给他10块钱好了，反正不是我的钱。好，先来是第二个送给桶。哦，好贵哦！你有听到那个声音吗？好脆哦！又酥又脆。这个做麻花卷哈，有一些老人家不敢吃麻花卷，就是因为给熬不会团。看你刚好听到，25块也太便宜了吧，好好吃哦。细细手工熟嘅糖，分做黏米、老麥兩種，食落在空肚嘅蔬菜，唔會呢個嘅口感嘟嘟好。在米溜溜嘅麥香，流泡泡嘅糖分剛好用腔下。唔但將米絲貼片，佢好食嘅生土，切推係一支沙丁一支，本人甜下來嘅好食經驗哦。不是对爸爸那一代开始做，你也有接着做吗？我们都另外有工作啦。对啊，所以现在的话就是我爸他就是自己做嘛，当运动啊，老人家当运动。他几岁啦86，身体还很好哦，还不错，还可以。真的，而且你知道吗？来到这边最特别的就是刚才看到这个头闭口，这真的懂考验隐形哎，很考验哦。因为时间的问题因为我父亲是凌晨12点做，哇，到早上8点，然后家里的小孩子都在外地，所以人力会比较少，我们才用这个方式，拿多少就投多少，然后就一直流传下来，到现在也到10几年了。真的，我觉得也是一种，你知道反映出这个地方的那样很淳朴的民心。接了都要倒闭呢，你自然的就会融入在这其中。所以从这种买卖方式呢，你就感苏味豆。可是啊，我今天有一个重点啊，就是说这个售给桶啊，连它是到纯素工作可以说几乎没有了，对不对？对，没错。几年前我去过大陆稍微去逛他们的老街我突然间走一走就看到既然他们也有卖跟我父亲他老爹做的麻花一模一样，所以我才相信说我爸是把家乡的味道带来这边。所以从这里面就看到一件事情呢，在法典亚岛毕业是一个族群非常融合的地方，有客家人啊，还有这个从中国来到这边的，所以那时候算是老兵，对不对？对。然后都亚岛毕业，后肉碾压后啊，新住民、原住民都一起融合在这边。你看，从吃的就感受到了，而且是最道地从中国带过来的，真的。所以你一定要接下来做。一定会的，想办法接。两下已經86歲嘅韓老爹，天朝又會講，好長時間年代係比韓國落步啲中國山東，退伍過後停定捲吹來到嘅台灣，現在啲風點黑下來，老闆娘開始做饅頭，老嫂嘅糖也到各種家鄉嘅人家來打家風，兩下年輕呢，8隻子都成家立業。本期吃到當驕傲，漫長嘅故事老年輕，啲小食嘅風景度就做得看得出來。豐年亞島邊有3寶，頭呢薄皮辣椒嘅，還有一個剃頭。當講你哋下暑假嘅時節，就會剃佢嘅剃頭，清太子嘅時節咯。今日就會來啲前面嘅總太哥來啲看下嘅剃頭業。Hello， 總太哥。民主你好，你好，終身來到亞島邊嘅。當講亞島邊嘅飯頭、剃頭貴有名誒。係啊，真嘅。呢豐年嘅剃頭當有名。總孫良太哥在地客家人，學嘅係藝術，協商係專長。佢天離開城市，轉到家鄉，就係為到每本老師地度阿妹炒飯頭嘅素意食材。進香過後，佢上網研究，用一本飯頭呈現最好嘅面試。等等學講中，同時老農民交流，練出嚟套飯
头嘅好本等哦。看不出来哈。完全看不出来，而且第一把看到，我以为这是杂草哎。看起来就会按样。可是这个跟我认识的杂草都是长这样子，还有我分得出来嘛？该黑杂草嘛？该黑剃头。你总会剪杂呗哈。这种眼压呗，我看一下下哦，这个吗？嘿，安用诶，下晡就会剃头完呢。剃头。哦，佢说人压呗啊。贵语你讲落花生嘛？嗯。落花生咧，个意思就会讲佢个开花开好时节吼，花磨脱了，佢就会当到内底度，佢会送个剃头出来。好落花讲顶开花下落定嘛。哦。啊，佢个花开好吼，佢会变脂肪饼，会变成一个果针，钉到土里面，然后才开始结果荚。真的太神奇了！刚天看得到冇？看唔到，看不到了。看唔到咧。你开花开熟咧，你剃头就是内底肚咧。就已经看不到的开花，刚刚这样看得到啊？能看得到。啊，你爱看就剃头无剃头要绑起来咧。爱绑起来当地。酸意咧。酸意咧。酸意咧。这样。像你剃头2月17号钟诶，你就5.6月咧。你看泰国啊，记得家嘅生日啦，唱记生日嘅生日。甲当年都会看。2月17号。2月17中下去。记到日都会记。啊，甲中下去到菜树要记到日嘅时间。春季、秋季无共用。它慢动诶就较夹，日头日晒诶时节较长。较久啊。较久。对。可是做嘛甲人家会讲枫林也到位诶。板头会按有名，因为西部、南部没概念啦。南部个剃头吼，全部从北回归线以南，其个板头、其个剃头较夹，要俗。花莲、枫林了吼，它北回归线以北，个作物生长较慢，来讲，其个就较凶。刚除了按牛田，你讲这个田谁养牛以外，这个他是在这里负责什么工作？哦，记得，就是咧顺田要。干个饲鸡啦、老鼠啦，真的，他要来抓啊！古时候老鼠会来生，会来是，会来，挨那来田钓肚，佢一天要田挨来。哎呦，动硬吼，我完全打不开。有熟的剃头就会动硬。打拉比卜哎，你看，第一次看到吧？我第一次看到哎。你按用一波啊，要插1000哈，按用要进边1000边，1000边呢？然后会酸电脑吗？田钓肚，佢一天要田挨来。真的，比如什么名？吉利。吉利。你们我可以摸它吗？要做得，吉利下来就做得嘞。嘿，你们做老鼠的啊？佢当要做。古时候其实真正的管那剃头业的系吉利。要吉利老挨啦，挨种剃头的第一年吼，挨就学吉利嘞。挨那无吉利，挨唔对要用盘种剃头。真的。嘿，有人诶。像佢条线就做一条剃老鼠啊。枫林因为生个奶肉老好环境，板头适合当重要的经济作物。青岛的时节总会有100公顷哦。不过听到人晒走老落花的情形，见来见洋葱，越来越多板头田荒脱，也系种品种，两下将存模20公顷安多。那动都按久诶，我很想看到。都在剃头，这样绑上去了，都在上用板哦。虽然我们对花生不陌生，可是都在这样绑上去的用板。吉利，你拿古代哈，中等啊，你买哈，按姿势哦。吉利这有睇的。好，你有没帮？哦，做得好。像你剃头唔好用要齿宽啊，你要绑到带，向下100全部按拿，嘿，几把按拿到。这样子吗？等一下。嘿，该奶要烤啊，就要用烤啊。哦，像你剃头无当结啊，嘿，剃板个都耐度，直接老一个剃头绑出来诶！天哪，搿种按样剃头还做得一绑啊出来就做得谁按样诶？要湿得，啊，毋过无按好湿，湿过、晒过，咱个炒过咩无共用。好，我试试看好不好？哎呦，这里面该不会就是传说中的黑金刚吧？你系法拉剃头哦，真的？咁就唔系胡剃头。
动硬吼，我完全打不越开。俗的铁条就会动硬来看，一下越硬越好。越硬越好啊！这了什么颜色？怎么长得像甜菜根一样啊？嘿，其他全部发，嘿，发啦。新品种吗？唔係新品種，法拉比卜哎，你看，嘿，第一次看到吧？我第一排看到哎，你讲你那脏脏啊，起来去嘿，很多水分在这里，对不对？嘿，水分都而且足哦。好软哦，软软的。哎，你吼，你鐵條愛綁無愛綁吼，愛看吼，一底人吼，人條度我掠，你啊綁兩條，甲變綁兩條，綁幾條的就檢查。逐粒鐵條拔開來看那有熟嘛，愛平均做個平均值。那這個長長的鐵條咁做的是？沒蝕得。真的嗎？嘿，同像水果，嘿，沒有一個香味，咩同香，咩香，切住嘛。好脆哦。嘿，懂甜。我天哪，我覺得它吃起來讓我感覺有點像在吃生的山藥，懂切真的很像水果，而且還有一點點像山藥那樣，滑滑的。對，有一點滑。好吃哎。喺台灣，飯條分做春作、老秋作兩批。啲熱帶、老亞熱帶嘅甜食上到東江，尤其老古年兒按嚟講嘅，常食飯條嚟養生，咪而咪按呢，自古以來有長生果嘅名聲，唔但將喺農村生活度親接常看到嘅一種測量，還做啲加工做當到好食嘅傳統美食咯。我飯前係，你講按鈕，按用變啊過來，過來又弄過去，嘿，這樣子嗎？飯啊過來，飯啊過去，變啊過來，變啊過去。該差唔多1點鐘、2點鐘，困一條嘅太細。只要成條按大做戲，都要它差唔多動豬頭，清熱嘅時間按鈕來曬哦。清熱行得好啊，曬較夾啊。加做嘛加愛曬，一般要講炒啊，一樣嘅就 OK。曬糟當做得冰，當冰得。火爐花講拖豆嘛，當到奶嘅意思嘛。啊，其啲奶吼，我要攞伊應變吼，不伊個奶跌脫當。其實會曬，人會走水。所以就是要把它水分全部脫脫。脫脫，第條最強的就係黃曲毒素。佢個油脂含量比其他堅果類含較高。哦，所以佢個要曬不會走，人不用得。哦。啊，不用的時間吼，個溫度吼，然後濕度全部要控制當好。哇，我們看到濕度嘅一條細條嘅飯條，它全部經過按到架，按用會算。人工啊呢？係啊！而且你知道嗎？都要給7半夜的時間啊，天時變化過太，前輩就有一塊烏雲，你講等下一陣啊午後雷陣雨一來嘅時間，個凍僵啊！可能來唔出時因看天時啊，所以因種等像你啊做凍你後天時吼，差唔多4日至5日。啊，慢動的鐵條曬限啊久，3禮拜一張嘢就咩限住，一甲鐵嘅量係用拍嘅都第就了有較糟咧，像你鐵條曬2日去咧，個2日按用個天時就要糟。所以人家就等下都會拍嘅時間糖上癮，行喺講正經個大口來檢查。咩做得啦？比如講我曬到按用個程度，我要大口來看吼。比如講吼，眼看啊，你咧像你隻就糟咧，你一眼開佢就糊糊嘅哦，個皮要當夾就跌脫。那磨糟的時間吼，就像你鐵條你隻軟軟。哦，好軟哦。嘿，其他就濕濕。就說都爬喺時間糖上面，好像設計了大口的看啊，真嘅係全部係你條下帶下一條路誒，鬼辛苦啊！真係太咩唔好嚟，關就好。我第一年轉來咩凍唔掉。仲提高對飯條品質嘅要求，就像感受藝術品按入條。堅持用嘅樣式出產嘅飯條，啲辣辣嘅熱條下西，將你們熱光奶米和香香嘅飯條兒，仲係一片片嘅天土，嘅係數百嘅歡喜。像我有看到這種低條桶啊，是在一般在那個你知道榕樹下賣的低條桶。你古早誒，扁扁誒。同時哈，哦，來試看下哈。啊，很香誒！但像看下個低條桶嘅價個桶啊，唔就啲講哦，即係一天運嘅當久嘅時間，因為佢已經凍了嘅桶誒。好鮮嘛？
讲唔出来，嗯讲唔出吧。那个铁条啊嘿，煮到安样绵绵柔柔的嘿，粉粉，好食哈。好好吃哦！哦，加到甜度的，底味汗水全部都带带嘞。甲铁条又甲黏的面，甲是铁条本身去甲铁条黏，煮到就铁条黏面，甲唔免留牛黏哦，唔免哦。真有一些黏米嘿耶，有一种铁条黏的面。像了一般甲铁条同要煮几啊点钟，慢慢来配火，慢慢来煮。像以前哎，开始甲试的时节啦，俺们用炭火慢慢来配，哇，咱不较好食，粉粉的粉粉的真的，嘿。好小巧哦。啊，毋过吼，当一规工艺就久等，嗯，做唔起。一年就做两件事情，就两包一天。俩哈，这个已经变成你们这边很主力的商品，对不对？下猪行业啦，咩东东应该是中铁港中银要转来，没来是铁条的东西就会平价平实，很容易亲近。那就希望吼，个你的铁条糖，不管是有钱没钱的人，全部吃得起。啊，真紧呢。但是我就做了铁条的面皮。饭条差唔多用巴的最多，汤料又有盐心，是滋润后凉嘅好东西。这团出自金华演员，下饭条饮汤落最时节嘅经验，实才系有那精准。走嘛，来来嘞，走啊走，你都去炒饭条的啊？系啊，啊，萝卜一下你耳就贵香哎，系啊，好香哦。刘秀下午时仲系开用烧面，家族客家深究过后，为同时顾到老公嘅事业，老确保业务体系嘅传承。到到年节做闹热嘅时节，行外啲家娘嘅监督之下，学咗各式好食嘅美食点心老料理，每一面呢，可波嘢当到清好嘅属意，嘅系其张油嘅小暖，老天油嘅家常美食。你哎呦定变，条条爱太火，哦，爱太薄，爱太火，真紧动蛮好树哎。种就停下来哦，树种就停下来，哎呀啊不懂看盐哦，你该树啦呗。同时伊臭可能伊无带树出，还 OK， OK 啊，先买哦，定变吗？咱过来嘿，按钮，哦按按买技术可以吗？嘿，按钮，嘿按钮要超几久的时间？你啊按用一波啊，要差1000哈按钮要进变1000遍， ，1000遍呢，按钮会酸电来吗？你看100下你就会撑得很强了。没算时间，还算几多摆哦？哎，用这个，哦又感觉差不多看到会变色的黄变黄。见到有一些些的按钮往后的，哎，啊，我这样的停下来哦，这种的停下来，不出货了。持续炒得快我奶炒店它里面树会你通。搞分数了，哦，各位困难的，顾说讲，啊，你当你按用炒，会有那个职业伤害冇咧？你要手腕这里会，这个都会痛，哦，很痛。你讲真紧像按用开出的时间，一年要炒几多个？对吧？小白要炒，矮就炒6波、7波，一年炒6、7包。酸痛是还好哦，可是如果变到痛到骨头里哦，那个真的是。那个后来我就跟客人约哦，我说癌速通啊，你为了买啊，癌速通要加倍，不是要加钱。我要休息。他说哪一天才有？我说差不多要3天以后。哦，银行会过来，对。那你这样金行富哎，真的就猪妈妈很紧张，因为我快把它弄臭烂了。看一下鱼线网红，好香哎！看了有会变色的哦。哦，亲手哦，好烫你啊，种了有会变色的，火爱管它洗掉的。火管洗，还要准洗火嘞。它洗火吼，你得炒啊，有香的哈。当然，可是好烧啊，好难烧啊，好烧。鹽炒飯條嘅好味是，係當到老邊人親口嘅，有可能係離開家鄉嘅心照嘅救命品。
唔但像係珍藏世界幫飯幫足嘅好東西，未做得係食飽過後幫助嘅人搭。小小嘅飯條雖然綠在，上面圓圓圓圓，鹹香咪咪，上腹煙順，才有個個圓滿。像钟妈妈呢，準備那個時蓋菜本來食啊，準備都很澎湃哦。那有，你個係煮雞湯係無？哎呀，好，用也係乜嘅？你迄鐵條筋，鐵條筋哦嘿，哇，那那個筋啊油啊，嘿，落去煲湯，嘿，像洗美用的，真嘅嘛，真好，皮乾皮乾。甲鐵條筋，嗯，哎，唔單止有生嘅米，還有咩有鐵條嘅米湯誒？哎呀，真香。一般來講，唔要過多年啲講哪裡嘅來用啊？你這個種鐵條的銀鱉哈，就會啊，趁着拔起來的新鮮的時候，拿出來洗洗啊哈，洗洗澡落嘿，哎，愛用就做點拿來用啊。真的。啊，唔過愛肚拔起來該愛，糌拔起來新鮮。哦，愛吃啊！哎呀，落水佢會上菇，上菇要抹新鮮重的，安全性很重要。古時候愛來老唔透。哎，不是重。人家講說可以抗老化啊，其實就是因為有白藜蘆醇，非常。你今年採收的這個根，我要全部帶回去。條麥你也是做吹啦，對對啊，你啊，然就是料的較大。啊，我都會教哦。沒有大。來是抖音整都會生哦。安全性很重古時要。候愛來老唔透。哎，不是種花生的農民。哎，就俾用講吼，飯條、和鐵條、和長生果。長生果營養價值蠻高的。真的，那我就放這樣量就來嘛。嘿，就好。嘿，再下來用枸杞，嘿，耳邊有一些甜蜜，對對不對？對對，全部落去。嘿，好，這個香的雞，土雞吼。太補了吧？你還看愛聽車的係嗎？嘿呀，是啦補，個是啦補呀。呀，飯條筋係那個兩補，是嗎？清貨是愛唔知啦，就清貨是就反正就是家常菜啦，好吃就對了。啊，你啊不用點鹽，不用先鹽巴就好，甜蜜係。啊，等下就落去變真了呢。啊，用看起來又怪簡單哦，迄講自家都不卡，偷到遐個飯條筋的話，就做得自家來 DIY 的吼。可是古後韓國嘅鐵條節啦，動腦年沒的，有，真嘅。今年第一年，今年第一次舉辦這樣對，子，大家都得叫下來體驗一下啊，炸飯條。先做就報名報完畢，然後在地人要去報不到。真的，兩年天晚行開抖音叫下來參加。該鐵條筋夾到含唔知，唔知好用。然後關鍵是兩年夾到就地講好用誒。係啊，私房菜哦，好唔怕本大家好去啊。飯條本然變做係長生果，就連筋都有夾好用，料本係有好多誒。做媽媽將有嘅料理，包含生下來嘅飯條版。佢上去做新年時節，阿妹會拿到嘅自家種嘅飯條，撈米扣下冇做拌醬，用落農場去蒸，冷脫過後切做細塊細塊，用平大鑊煎到蒼蒼，佢就係農家新年嚟嘅專有米線。我想到那個飯條啊，細細一粒的，最開始種都連下真經吃到，懂困難，而且阿中媽你好厲害哦，編製案的，這些你都是你的私房菜啊。係啊。哦，要來到鐘媽媽家裡才吃得到，對不對？外面吃不到。看時節。看時節了。那動搖的哦，動搖哦，裡面都填好料，幾道花。現在是在煎那版的，好冇？鐵條版。鐵條版。煎得出來有幾醬誒。其實外形可以了，你黑唔疊法會撈到黑老皮版，對不對？問的蒜蓉醬是不是？蒜蓉醬。好。我先嘛。哇！加啲啲煎嘅。你講嘅冇唔錯，但像你下生啊落去嗰時，就譬如個鐵條油啊，加熱過後又變到很加香誒。第一度係用粉開了，你會撈到，即係有一些像係食嘅炸冰淇淋用誒，嗰種口感。
外面呢是很酥脆，底肚呢到非常的软哦，很绵密。还有个饭条香啊，又衬到规只最狂的全部都会这种香味。可以告诉你好吃饭条会发好吃，这个真的太棒了。那要给它但大枪色呢，我试试看哦哈。还是看颜色看价。三芒色。你看，它跟外形呢，整体味道都有一点像人家的，人家讲饭条条麸，可是吃起来就是不一样。哦，要给喊它杂补，好吃哦，哎呦，它有咬劲一些。Q。当 Q 完呢，而且啊，做饭调呀个酱料真的是绝配耶，有点酸头係嘛？选着老挑肉筋，真简单啊。真简单好吃。好，念糖了。我来吃看啦。同樣可以嚟歸錢嘅哦。鐵頭點咁做的事？冇嘛吼，是個米頭。歸錢型的米頭，有一些種鹹的米。咸食。我是。我是就夾絲。哦。非常的好味，而且我食落去真係像人家講，無嘅鹹時同嘅米頭，當前天白色到反挑筋呢。可是呢，應該不是像大家想象那種韓國有呀個剃頭的米頭，其實它是沒，我覺得沒有，像那鹹的米頭聽聽，並沒有你可能想象剃頭筋會有剃頭香味，那個就會當前有鹹時的米頭啊。你有知道說，像那個剃頭筋啊，它有特別什麼樣營養嗎？白藜芦醇。全是蚂蚁。红酒里面就是因为它人家讲说可以抗老化啊，其实就是因为有白藜芦醇。白藜芦醇的含量应该是红酒的100倍，非常高，非常好，非常高。你今年采收的这个根，我要全部带回去。用飯條見換嘅雞湯，就算無特別調味來提味，食落最控度清甜鮮香。雞髀肉一時都唔會食，度度好嘅軟好食到奶唔得。對奶度延伸到分就當澎湃嘅飯條料理，唔但只係滿足嘅最苦，聯繫地方嘅風土文化，老日常嘅食養故事。平常時你們會不會就是拿點一把飯條啊，炒到酥下，炒無糖紅，太家叫我打嘴骨，會以前是像這樣子嗎？以前我爸時代他是銀客來，連沙來，親戚來，剃條這邊翻出來，翻出來蹦酒啦，聊天啦，打嘴骨，打嘴骨啊，哈。老娘爸爸嘅時間就等於我阿龍哥嘅加工，那個時候，那個時代，你會想到亞式帶啊飯條啊，其實有知道很多，會想起懂到調白嘅事情，對不對？我較有印象吧，其實較細啊，相對嚟講啦，而且判定講按用冇錯哪伊，條擺你也是做出的啦，放飯的，放梅，放酒，對對對，啊你啊人就是去搞的。是料的較大，我冇都會教哦，料大，我是抖音真都會識哦。講真嘅啊，咱炒一煲天呢，亞數就會酸軟的，條擺講一年要炒6、7煲啊。一煲我以前哈，一煲我以前哈7000，至少有7000哈。速冻唔掉，速冻唔掉，懂到職業傷害，對不對？後來，小孩子，就。也不舍，就回來幫忙。後代阿龍哥願意轉來加班呢？做木幾久？要6000年，挨到本用這個台北，食到了剃條按好食，啊就蒙人做咧，啊就團體咧，啊就當大餸啊。當大餸，那你希望我帶轉來係我用嘅新嘅力量帶來這樣農村裡面呢？傳承嘛要創新嘛，創新咧你下用版。老你同嘅東西都帶行，個接下去，可能用辦法做。因為人家產品做出來無人愛食，無好食，那都無可能個做下去。因為台北農業沙皮地度只有負責生產，但是還有想你帶進來行銷，或者說創意也好之後，就讓它本來從一顆花生原本這樣的價值是這樣。邊做完有其他的，不管剃頭油也好啊，你講啊剃頭醬也好，
它的价值就因此就变了，对。而且呢，加入它的故事之后，它整个就是让人家有不一样的感受，这样子。像我后面那些摄影作品啊，然后你的展览空间，老人家不用就会做那个年代去做艺术的，那做嘛做艺术做了都要做农业是完全天差地别。工艺上跟农业的一种的文化，该就要共用的事情。是一种文化，用白讲的。文化的事情是一种进行式。佢会因随着时代因进步因改变，无人做该种的文化就会模糊。就人工的时态变做机器的时态，变到无人会做，个团体俩。就係咁。你看到有问题，你看想办法来做翻来。台湾的体模态，伊个东西咩唔係动多，你要做到比如你事情很做得，就会伊个价值都做出来，自己的特色做出来。但唔係真刻做得比的东西。真嘅，因整体感受到对。就是你亲自去参与比规个工厂的度都清白米生豆按钮一粒超好的反对，那种价值啊，是你当你亲身参与规个工厂的度的时间，这样就会感受到哦，原来鸟记的按单纯的米头，其实它是很美好的一种生活，也就是一种显摆的一部分。晚上度空等小人嘅人情，老各种好料嘅状态。就像做妈妈阿妹嘅面试，本人小暖神性嘅归属感，转向嘅种太哥两公婆，为了传承家乡嘅面试，真心去做，生活度嘅实践，嚟体现真实有价值嘅事情。就算成本高，没冇办法打败佢捍卫好社會嘅決心，為了落實真正文創產業，老豐富嘅台灣味來打拼。大众作物都识得到家嘅风土，和家人文，和家地得了解家嘅做法，然后网络过后，你就会了解佢到底有几特别咧。一粒种子落到天球之间，经过日头晒，万物嘅面世就会暗淡顺，然后顺风嘅环境，咪就会用自自然然嘅融合共下咧。偶然我經過長久嘅時間，啲做下啲度，真有辦法做出日本年代嘅面試，和家嘅香味。加上呢，也係一種藝術，也係一種美好嘅生活態度。我記得咯，表演就係一種情感嘅燃燒。下週好面試，我哋下禮拜再見，拜拜。日春雨水講人間。江浙调重现，春风过去抢命到，后面爱哭谷雨天。烈下小马唔下线，梦中泪雨风思念。西瓜青天望里望，太初不念苦渐渐。日秋处暑添几年，年年人团圆。日冬收雪十8夜，四季轮回又一